幻化为灵体，全然不会反击。所以老于说，趁千幻毒然蜕皮时无法动弹，我们便能将其一举击杀。可是说到底，那样还是4重境，只凭咱俩，还有我呢。就姑爷这实力也要去啊，这不是送死吗？我实力比你还是强一些些的。哼，你虽是姑爷，但你也是年轻人，叔要给你上一课，免得以后啊吃了张狂的亏。哦，练练，练练，我是教导你而已，你没法跟我练的。老于说，你别理他，他是儿戏之言。我们蛮人比较实诚，从不儿戏。老于说，狠狠揍他，但不许你催动元魂。放心，不用灵气攻击。还有你，不许用那种杀人的暗器。王胜的修为，难道大长老不清楚吗？为何让他帮忙？也许这也是一种试探。试探？怎么样，姑爷？再来！于叔，别！王胜，厉害，姑爷，我输了。叫花鸡，荷叶包好黄泥裹上，烤好后色泽枣红明亮，芳香扑鼻。半酥肉嫩，肉膏酥烂肥嫩，风味独特。哎呦，你也深谙美食之道，怎么称呼？我实在不能把我就是无忧城第2高手的秘密乱讲给别人听的。哟，无忧城2号扛把子，急活吗？这不是上林城新人的扛把子吗？有什么活尽管吩咐。上面的东西，速去调查。师傅小心。去吧。叫花鸡，我们又见面了，毛兄弟。是啊，这么巧。来，坐。今天我请你吃好吃的。这叫叫花鸡，刚刚好，尝尝吧。哦，那就谢谢了。味道如何？相当不错。